了让小朋友有更多新的体验，高雄肯打基美语补习班在27日举办小恶魔市集，让一日小老板们贩售自己的二手玩具或是衣物。我今天来卖芒果干跟一些玩具，我觉得非常有趣，可能对未来卖东西有帮助，因为它可以赚钱，也可以学习如何卖东西。今天卖的科学的东西跟饼干、玩具跟我们自己手工的饼干。对，手工。是我跟我妈妈对自己做的。希望可以让小朋友就体验一下他们当小老板要怎么样去经营啊，然后体验当老板不容易的地方，然后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小朋友。我觉得让小朋友来体验的话，他们是最直接。有时候我们如果直接跟小朋友讲说，其实赚钱不容易啊，要体谅爸爸妈妈，他们可能很难体验到。但是像我儿子今天自己有摆摊，他就发现说卖商品啊，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寓教于乐，还有就是说让小朋友实际去做一个体验。就是跟小朋友有一个亲子的互动啊，然后带他们来接近人群啊，做一个很好的活动这样子。小朋友就是可以接触到人群啊，然后他们也知道说买卖是怎么样一个情形这样子。对。肯塔基美语是凤山在地最优质的补教事业。它除了不断的这个传递很正面教育的力量以外，其实各项节庆的时候都很应景的举办活动，像这次英英万圣节办的这小恶魔市集，其实去年有一些小朋友市集我们都有来参加，就知道说其实这个补教事业除了在教育的努力以外，它更重视亲子的互动。那让小朋友可以在创意中学习，创意中发展。所以看到今天很多小朋友不管是有一些小恶魔的装扮，或者是悟空的装扮，或者各项卡通造型的装扮，都是小朋友自己巧思设计出来的，非常的吸睛，非常的吸引人。所以这个补教事业跟家长跟孩子的互动非常的成功，这是值得更多人学习的一种模范。都是好朋友跟学生家长。那有些摊位是呢，我们会办叫小恶魔市集，是让小朋友去学习，把他的二手玩具或衣物或他自己批货，然后可以做衣物，或者是做贩卖，他就会知道说原来做生意不是这么简单，也可以边学习。对，然后家长们觉得效果非常好，所以今年是第2届。透过与人群的互动以及一来一往的应答，身体力行反而能够学习收获更多，这也是肯塔基活动的主轴。当天摊位租借收入也将会全数捐给立新基金会，活动义卖所得，小老板们也可以自由乐捐。Now News 今日新闻记者陈美佳、郭俊辉在高雄凤山的采访报道。